继续关心南北电影进前4月26日时，有少民众去开刀反罢免。国民党的立委郑正俭即马逢即期，进前防发机讲伊动员期间去参加这个活动，结果呢，伫新竹一间开养生馆姓何的负责人是跳出来讲，人拢是伊招的。即马这个姓何的头家控指控讲涉嫌对新住民放荡来暴力讨笑，那伊和伊的共犯即马拢已经互法院收押禁见。 如果没有找出来，我要告他抹黑我。我明明是没有做什么不合法的事情，我有点能力，我照顾我全部的爷娘姐妹，没有工作来我这边工作。几工前也个大声发完咯，讲养生馆是合法经营，是要互越南的姊妹一个工作机会。若被定赢，就民众树立了上开刀反罢免。国民党立委郑正俭被质疑动员义工参加，随后这位姓何的负责人讲，伊是主动找新住民朋友上开刀支持。不过这马团讲，伊涉嫌放过离台后共乡，并且暴力讨笑。 对此，郑正俭办公室回应，郑正俭唔知这件代志，也无甲这个场所有任何合作关系。抬轿，再轿，再有理由，再有理由。这个查甫人一直拍一个查甫人，有人再动才停来。这是新竹乡坝发言人林志杰所标出来，在养生馆外口发生的监视器画面。检警找人到养生馆甲负责人的徛家搜查，当时具体姓何的负责人甲共犯姓马的查甫人，同时传讯相关证人到案说明。信后依照家当同理、恐吓、违反个资法等罪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 新竹地方法院伫初八裁定收押。新竹地检署强调，对这种用不法的手段对新住民放荡力、暴力威胁，或者是非法收集、利用个人资料等行为，将会依法积极侦办，对查幕后不法的金流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